Hello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客家歌蛮特别的，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的创作，名字叫做《爱黑客家人》，非常的轻快的摇滚的一首歌曲，来介绍给大家。那稍微有点口音，有点不一样，我们来听看看哦。爱吃客家人，爱食客家菜。爱吃客家人，爱吃客家菜。我是客家人，爱吃客家菜，或者翻译成我要吃客家菜也可以啊。河源嘅主角盤同客家音挑夫，河源嘅主角粉同客家娘挑夫啊，这两道菜是他们马来西亚的特色啦。他这个周锦龙先生呢，他是河源人哈，广东河源的这个地方的人，所以他的家里有一个河源的猪脚粉这道菜啊，桶就是河的意思，客家酿豆腐，客家酿豆腐呢，在马来西亚是蛮有名的一个客家的小吃。就像苗栗客家里面会用个油豆腐哈，中间三角豆腐中间剖开来，塞个高肉落一啊哈，在这酿豆腐哈，有点像那个淡水的阿给这种东西哈，酿豆腐。係愛嘅最愛，黑矮嘅最爱是我的最爱。愛吃客家人，愛客家妹。我是客家人，我爱客家妹，就是我是客家人，我爱客家妹。愛祈求勤勞，愛祈求善良，愛祈求太婆。啊，他这边口音就跟我们这边不大一样，他其实是爱祈求勤劳。如果我们四线腔是这样讲，爱祈求勤劳，爱祈求善良，爱祈求太房啊，这样我们这边很少这样子的发音方式的，但是他们那边可能很习惯，他们有点被广东话的影响。爱祈求勤劳，爱祈求善良，爱祈求太房。好，那个求就是够哈，能求的求啦哈。那个勤劳啊，我们这边讲勤劳，讲草齿，可是没有人讲勤俭的勤俭啊，劳动，所以嘉义的这边勤劳啊，别都按你了哈。嘿阿妹，嘿阿妹，我明早爱离开。他翻译的是我明早要离开。那一般我们会讲明早，早晨的早，明早爱离开哈。那明早到明早差不多了哈。爱不爱过来？你要不要过来？唐爱匆匆过来，来听我唱唱歌。他叫他兄弟了，嘿兄弟啊！可是我们这边是嘿兄和兄弟耶哈，他可能是故意发成国语吧，兄弟啊！我明年才回来，我明年才回来哦，我明年才要回来哦，回来。那人家偏男士就会讲，我明年才回来啊，没有可能。人家偏会讲，我明年才转来啊，他唱成回来也可以是他们的家乡口音哈。爱不爱过来？你要不要过来啊？过来饮两杯哈，
过来啉就是喝的，客家话啉酒哈，喝酒啉，两杯，两是二啊，两个的意思。那因为那个我们两杯应该两杯，他这边唱成两杯，可能是为了要押韵啊。那个杯字就是广东比较偏广东音了哈，粤语哈，所以是稍微借粤语的音来做押韵的感觉。过来啉两杯啦。到第二段了。爱喜客家人，爱爱爱家乡。爱喜客家人，爱爱家乡，我爱我的家乡。愛其田叫流，愛其水叫青，愛其山叫高。愛其天高藍啊，天夠藍，愛其水夠清啊，水夠乾淨，愛其山夠高啊，山夠高，不大好发音哦。我们如果要唱的话，要多练几次，舌头才不会打结。愛其天夠藍，愛其水夠清，愛其山夠高。愛喜客家人，愛愛客家妹，愛喜客家人，愛愛客家妹啊。愛其叫勤勞，愛其叫善良，愛其叫太婆。愛其叫勤勞，我們這邊念勞，它是老哈，那是廣東語啦。愛其叫勤勞，愛其叫善良，愛其叫太房。勤勞、善良、大方。嘿，阿妹，我明就愛離開，愛唔愛過來，來躺捱蒼蒼果。兄弟，我明年長肥來，愛唔愛過來啊？來過來啉兩杯。阿妹，我明就愛離開，愛唔愛過來？來躺捱蒼蒼果誒啊！嘿，兄弟誒，我明年長肥來，愛唔愛過來？過來啉兩杯。啊，这边他讲他的名字，爱黑周金龙，就是我是周景龙啊。常人在外面，常年在外面哈，其实建议你们把它唱成常年多罗 boy 啦。你也可以唱成爱黑客家人，常年多罗 boy。愛對家嘅感情，愛對家嘅感情，我對家的感情，從來冇改變，從來冇改變。好，他那個冇，他就有點被那個地方廣東語發音有點影響，冇改變了。好，
好，以上就是马来西亚周锦龙的《我是客家人，爱黑客家人》这首歌很棒，很好听。那欢迎大家也来学学看，因为歌词没有什么太深奥的地方，有几句比较绕口而已。比如说那个叫群路、叫山梁、叫台风，然后家乡那边会有个天叫蓝。水叫枪，伞叫狗啊，这几个比较绕口，其他都很好听，很好唱。好，好，谢谢各位网友们哈。如果喜欢我们新世界乐团的，呃嗯请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OK，就这样咯，拜拜。